返嚟節目時間，舊樓單位普遍實用，但係橫梁陣位比較多，樓底又唔太高。今日參觀雲景台呢一個單位嘅設計師啦，就利用咗唔同嘅方法，逐一去到修飾呢啲地方。單位住咗一家三口，室內設計用色因應每位嘅家庭成員需要同埋性格而定。北角半山老牌屋苑雲景台呢個單位面積1000尺左右，實用率高，空間寬敞。但係樓底只有8尺高，以及少不免有一啲礙眼嘅地方。舊樓一個問題就係咧比較多嘅橫梁啊，咁我哋都少不免咧一定要做啲燈槽啊，一啲造型天花咧，去化解咗呢啲唔好嘅地方啦。全屋加裝假天花同埋燈槽，一嚟可以掩飾原本嘅橫梁陣位。二嚟燈光均勻，可以淡化樓底矮造成嘅壓迫感。再加上飯廳呢邊嘅高身儲物櫃，部分櫃面裝上直身灰鏡，視覺上亦都有助拉高樓底。櫃門上邊我哋用咗鏡嘅材質啦，咁大家睇到喺飯廳嗰度咧，其實我哋有一組有造型嘅櫃咧，其實都好大儲物量嘅。咁我哋下半身咧就落咗一啲灰鏡嘅材質啦，咁令到個飯廳個地面咧，好似個空間感咧好寬廣啦。單位住咗一家三口，灰色係主調，地磚係淺灰色，皮製梳化旁邊呢張長凳嘅軟墊都係灰色。兩邊擺放嘅小型喇叭用咗一種帶有銀色嘅灰色，電視矮櫃就係深灰色。唔難察覺客廳嘅焦點，就係中間呢張流線型嘅木製茶几。相比起客廳，飯廳用色多咗啲變化。吊燈係黑色，滲出柔和燈光，可以突出用餐嘅範圍。牆磚係紡雲石，上面嘅油畫為室內增添藝術氣息。單位望山又望海，為咗唔好浪費呢個景觀，設計師盡量將窗口做大。原則有3間房，主人房同書房打通，空間大咗就可以劃出唔同嘅區域。睡眠區以深色為主，床嘅兩邊裝有床頭燈，前面放咗深灰色嘅組合櫃。呢邊係工作區，以白色為主。設計師喺室內佈局上面，除咗要照顧到屋主嘅需要之外，亦都要顧及窗外嘅景色。喺個間隔上好難避免咧，就要照顧到景觀啦。我哋個床位咧都希望會望得遠景啦。咁但係咧咁啱咧，就嗰個洗手間嘅門咧對住張床，咁所以咧我哋喺個洗手間門嗰度咧做咗一啲特色嘅牆身板啦，就將佢修飾咗，就一個暗門嘅設計。咁就望落去咧，好似冇洗手間咁樣啦。套廁牆身貼上一深一淺嘅牆磚，望落去更有立體感。女女房喺大門旁邊，用色鮮豔。牆上面貼上色彩繽紛嘅太陽花、公主、城堡等嘅圖案。地下就放咗一張動物地氈，睡床以白色配上粉紅色，展現女女活潑可愛嘅性格。